香港嘅明星同埋富豪咧，最中意住喺啲咩地方咧？首要條件當然係私隱度高啦。如果可以再加埋一個無盡嘅海景，再加埋呢個充滿書卷氣同埋休閒生活嘅環境，咁就真係冇得輸啦！天哪！位喺白石角由英軍集團打造嘅朗豪，整個項目咧分開咗高低座723個單位組成嘅。除咗擁有吐露港一望無際嘅海景之外咧，香港嘅矽谷科學園啦，同埋全球排名44嘅香港中文大學咧，就喺我哋隔離嘅啫。而且我哋嘅項目咧嘅對面咧，亦都有呢個白石角站咧，即將會落成噶啦。所以無論喺交通啦、環境、學業以及私隱度都好啦，我哋浪淘咧都係上之選啦。2948尺5間房，再加天台，再加個吐露港咁靚嘅海景俾你，想唔想睇咧 ？Let's go！呢個下飯廳相當誇張，770尺，平時喺我哋市區咧足以做一個3房或4房嘅單位啦。而家一個市區嘅3房或4房單位就擺咗喺下飯廳度，再加埋一個咁靚嘅吐露港海景，引景入室咧，哇！整件事真係人生夫復何求咧，非常之誇張啊！感唔感受到呢一個平台究竟有幾長啊？由我呢邊呢個部分直至去到攝影師呢度咧，哇！超過13米，仲未完喎！攝影師過嚟轉一轉彎先，去到呢邊咧仲有一個延伸部分，將我哋整個吐露港啦、馬鞍山啦、八仙嶺一帶嘅山景咧，再加埋科學園咧，全景270度睇晒，好正啊！哇！呢個廚房咧真係打死人啊！竟然可以大得咁緊要。首先我哋中間創咗一個中島嘅設計啦，中間咧好細心喎，呢度仲有個級位，我哋可以喺呢度咧坐翻張高凳，然後咧食住早餐，望住呢個吐露港嘅海景咧，真係人生夫復何求咧！我哋整個廚房位置咧，差唔多 O 字形咧，所有空間都用盡晒咁滯噶啦。入到嚟雙門嘅 Mila 大雪櫃啦、Mila 嘅咖啡機啦、微波爐啦、3.5支嘅紅酒櫃啦，哇！全部一應俱全啦。再入到嚟呢度咧，亦都係 Mila 嘅抽油煙機啦、4爐頭啊、焗爐啦，再加埋洗衣房咧喺嗰邊呢個位置嘅。而我右手邊呢度咧，好耐未見過啲咁大嘅住宅嘅工人房啊，有冇誇張得滯？跟一間小房差不多大小啦。喺樓梯位置咧有個客廁嘅，樓梯咧就上翻我哋寢區嘅，但係我哋呢度咧都仲有一間老人家房嘅，可以入嚟望望啊。咁呢間房咧空間唔算好大，但係做咗套房嘅，一樣做翻呢個淺黃色嘅一個 grand 嘅設計啦，望到好舒服嘅。而景觀方面咧就望翻我哋平台，再望翻吐露港，景觀都唔差噶。呢邊位置5隻床，再加衣櫃，空間絕對冇問題。哇！到嚟啦，攝影師又係跑樓梯時間 ，come on！樓梯快到跑出殘影啦！上咗一層嘅部分咧就直奔主題入主人房啦，跟我嚟望望先，感受下，feel 到5米乘5米嘅主面積空間，可以望咗個咁大嘅 L 型採光面，再望翻呢個吐露港，望翻個船灣淡水湖，再望翻呢個船灣郊野公園，再望翻馬鞍山咧，哇，非常之誇張啊！唔使諗啦，我哋唔係喺客廳啦，我哋喺主人套房嘅洗手間入邊啦，係咪好誇張？一入到嚟咧，呢個位置咧就係太太嘅梳妝台啦，非常之闊啊！我諗咩 Franco 啊，咩化妝品全部擺晒喺度咧，綽綽有餘啊！OK， 去到呢一邊咧就一個全面積嘅橢圓形少少嘅浴缸設計啦，喺度浸住浴，望住吐露港，望住馬鞍山嘅山景，哇！個人思維都爆開啊！去到呢邊咧就雙鏡櫃啦、雙洗手盆、雙儲物櫃，儲物量空間非常充足啊！除咗浴缸之外咧，我哋亦都會有一個淋浴嘅空間啦，做咗乾濕分離嘅，哇！呢個 size 咧真係3、4個企喺度都 OK 啊！入埋嚟呢個。